会馆陈市长昨日来确诊，结果今仔日包括发言人曾仁祥、卫福部的处长施瑞元、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王必胜，快筛拢是阳性。施瑞元无症状，王必胜舌片咽喉痛，曾仁祥胃寒、嗽、咽喉痒。指挥中心其他的人目前快筛拢是阴性。另外，桃园市长郑文灿嘛是咽喉无爽快，快筛阳性确诊，今仔日开始隔离7天。是有一些症状，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很好。经济部参加疫情记者会，但中间即摆变作密切接触者，伫阿中部长确诊了后，阁有人患着病毒。我们比较有跟他在一起开会的，就每天都快筛嘛，2天就阴性，今天就阳。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进前才伫面册铺家己和防疫团队做伙做工课相片，其中王必胜家己和陈市长离上近，全舌片咽喉痛，处长是虽然无症头，发言人曾仁祥症头较严重，有咽喉痒、直嗽，阁有胃寒的症头。相关的指挥中心的工作呢，会由其他的副组长或者是干部来代理哈。那发言人的职务就由我罗一军来代理到这个下周。指挥中心的公务仍然会正常来运作吼。指挥中心连续有人话着，各界拢真关心，其他接触者完成快筛了后拢是阴性。疫情嘛，随日去桃园市府市长郑文灿昨无爽快，快筛了后嘛是阳性。市长室的幕僚以及市长的家人，目前快筛的结果都是阴性，而市长本人呢，他的身体状况目前都还算良好。这嘛是伫台北市长郭文铁确诊了后，第2位6都的首长患着病毒。刚才当讲疫情要继续来谈，防疫要是爱做好。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